喂， Hello，早早晨啊，晨，大堂哥，師嚟啦嚟啦！我今日唔出好啊，樣啊，因為身在日本啊，咁就係啊，啱啱落機啊，又睇下即市而家個情況先啦。今日都 OK 喎嚇，都仲高開係，到啊，高開81點，就想繼續係26000嗰度啦。因為我哋琴日收穩都係26000，仲要十係，字星。咁今日係應該有機會都唔難突破埋琴日嗰個高位啦。問題係咧，你上完26000之後咧，佢會即係打橫整固下，定係要淨可以繼續試上都幾百點嗱，咧？呢下咧就真係要睇啦。因為我相信亦都係嘅。上26000樓上企穩，跟住試下26120呢啲位，咁啊睇下有冇阻力。如果冇嘅話咧，當然就再企穩，咁啊再上啦。咁啊嗯就目標就26500嘅。但係咧，嗯如果呢啲位有阻力嘅話，譬如26120，上唔到，跟住回吐嘅話咧，咁你回吐翻25800，亦都係正常嘅，即係200-300點咁樣啦。咁所以咧，嗯反而咧，我覺得就今日咧就應該一線嗰啲或者指數重嘅股份咧，就唔好太過進取啦。你可以嗯嗯守住，你可以食啲獲利嗯少少，咁但係咧就唔好太進取住，因為始終咧26000、26200呢啲關口咧，可以到可以唔到㗎嚇。可能都要試一試嗰個動力仲喺咪喺度嚇，即係可能大家係啊，要望埋即係大股同埋期指咧，有冇啊衝一衝又要回一回嗰種嘅感覺啦嚇。咁係就嗱睇啊，係啊，下指數牛熊證我哋個擺位，因為都既然上到26000樓上啦，咁其實係就牛證都係咁樣調校四百500-600點點啦，或啦，者五係啦，六百係啦，點啦。嗱，大師揀隻牛咧就係53180啊，53180。係啊。嗱，咁我講下條款先啦。嗯53180咧，收回價就25400咁我直情咧25500都再褪多100點就安全啲啦。嗯嗯其實最主要係求安心嘅啫。呢隻輪咧，呢隻牛熊證咧，今日啱啱上市嘅，所以咧係你可以早段咧就睇多5分鐘，睇下佢個嗯擺盤啊，啲價位啊，咁樣嚟到揾個合理嘅價位啦。嗯就純粹都係愛嚟做短線嘅操作啦。係我亦都相信咧，就回翻落去25400收回嘅機會咧就好細嘅啫嚇。OK 呢個好穩陣嘅選擇啦，25400係嚇。咁呢隻咧新輪嚟㗎，所以咧學大師話齋，你等輪商買賣 BR 盤咧擺定咧，就先至睇埋個槓桿啊等等咁樣咧，就先至入場咧就會好啲嚇。雖然個市啊繼續衝緊上去啊，就係真係上26100樓上啊咁樣。咁啊至於紅證嗱，紅證反而真係要小心喎。紅證你即係係每一日都睇過嘢喎，真係老老實實，因為有時候佢突然間衝一衝先，即係好似琴日咁樣抽高，跟住褪翻啲落嚟咁樣嘅。先揀隻26500收嘅紅啊，係啊。5880嗱，啊，呢隻好易記。係啦，呢隻咧就58880，咁咧就嗱，其實一路我呢個禮拜咧都好明顯㗎啦，每日嘅紅證嘅收回區都係26500，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就26500咧係一個好大嘅阻力區，理論上咧一係唔破，破七咧就一定要止蝕㗎啦，所以咧我就定晒喺26500嗱。而家開始咧越嚟越貼啦，因為26170幾啦，咁所以咧嘅紅證嘅價咧就3000幾，咁啊正好啦，就3000幾 double 個 nothing 噶啦，即係喺呢度用嚟做嘅時間，咁萬一真係衝破26500嘅，咪打咗佢咯，咁唔破嘅就喺呢度搏翻128點或者238點嘅回調，咁咧亦都係。正常值博率夠嘅做法咯即係由得佢啦就攞呢個收回價就做一個止蝕位都好係啦喎。其實抵博喎，老老實實即係3000幾4000咁樣嘅部署，哇！呢隻已經攞到60倍嘅槓桿咁樣嚇。就你呢啲就要睇實個期指啦，真係咧會唔會啲
分鐘圖開始，咦冇乜力喎，哇呢啲就抵博咯嚇，5880啊，攞咁高槓桿啊嚇，試一試啊！咁另外咧，我哋可以睇下，我哋唔揀 ATM 住啊，真係驚咧有花個整固啊！但係呢一隻咧就可以望下港交所喎，因為港交所咧佢唔係大衝嗰一隻上啊嘛，日日曳仔上樓梯咁上，日日就破少少頂，哇今日又見少少頂啊嚇，即係411嘅咁樣樣。嗱，港交所呢種行法其實係應該攞一個中線一路長坐波，就唔好太過提你即係嗰啲日內波幅嘅喎，係咪咧？係㗎，嗱，港交所咧其實應該咧就日日坐住，日日升啲，日日升啲。嗱，最緊要一樣嘢，佢唔係升得勁，佢唔似 ATM 咁樣，突然間譬如話騰訊嘭咁啊一升，一棍就20蚊咁樣，或者阿里巴巴一棍就8蚊、10蚊咁樣。嗱，佢唔似係咁嘅，佢係因為個市慢慢上，而係股價咧就逐級上。你諗下，由380、360慢慢上下，已經去到410，接近410啦。咁呢個禮拜都係㗎，啱啱突破完400之後，咁啊每日就1、2蚊、1、2蚊咁樣慢慢上到而家先至係409蚊啦。空間仲有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就話買港交所咧，反而咧就安全好多啦啊！睇落佢應該今日都見411，就係6月3號咧嗰個跌落開始嗰個起步位啊！如果能夠企穩，甚至抽穿咧，咁應該睇上420、430都唔難啊！如果係咁嘅話，即係呢個都唔係天然阻力。嗱，港交所咧俾隻 call 大家啦嚇，咁其實都好貼啊！大師揀呢一隻26034，26034係啦，嗱26034咧行使價就419蚊，好貼㗎啦，已經係2% 價外嘅。而家港交所就接近410蚊啊嘛，爭9蚊嘅啫。咁9蚊係咪好大咧？其實唔係，要行嘅一日都行到。但係咧，如果佢而家咁嘅速度咧，每日1、2蚊，每日1、2蚊咧，咁其實都預咗可能個零禮拜到就已經到價㗎啦。咁最緊要咧呢隻輪咧就年期夠長，2027年嘅6月咁即係有成差唔多接近1年啦。槓桿亦都做到5.6倍，對沖值0.51，其實係好適合咧中長線持有嘅。冇錯啊，冇錯，甚至咧到埋價攞個內在值都唔錯啊，一路咁樣坐一陣，因為個年期都幾好。呢隻咧500對1嘅喎，我哋以前都曾經介紹過啲200對1啊咁樣樣啦。嗱，大家就睇得到啦，貼價500對1都係未做1毫子嘅7仙幾咁樣樣嘅咁啲都適合一啲大家覺得我慢慢一路坐個中線上去，甚至想攞一啲內在值嗰啲嘅朋友仔咁可以睇下呢隻港交所 call 26034啦。咁另外咧大師話喂，我哋不如睇下啲二線少少嘅，即係除 ATM 之外，二線少少嘅平台經濟股會唔會都有啲運行咧？其實咧嗰啲就沽咗好耐㗎啦。其實如果做第二梯隊咧，呢啲空間好大嘅。咁我哋今日講兩隻百度同埋隻快手1024。我記得快手咧，大師上個禮拜都有叫大家試下去搏下佢。佢又真係慢慢趌翻上嚟喎。嗱，當然咧個動力咧就唔係話好勁嘅，即係冇巴巴嗰啲咁誇張嘅。咁但係咧就似做咗一個平台底，做咗好多個月。大師點睇咧？嗱，其實咧就快手又好，呢個百度都好啦，佢哋屬於咧二線嘅平台經濟股啦。咁速度咧就唔似得阿里巴巴、騰訊咁樣一大棍一大棍咁樣升上去嘅。但係咧就慢火煎魚啦，即係其實你過去嗰7日基本上都係慢火煎魚，逐級咁慢慢上嘅。調整又唔多咁所以咧我相信嚟緊嘅一段時間啦，當一線嘅 ATM 係要做調整嘅時間咧，呢啲股份咧反而可以乘時而起嘅。嗱，今日嚟計咧就百度就較為亮麗啦，快手咧就
較為立啲。嗱，八度咧都裂口開高，行第三棍啦。咁啊，如果你參考7月嘅高位咧，大約接近118蚊嘅。咁啊，當中咧就變咗有成8蚊嘅7蚊8蚊嘅升幅，可以有得搏啦。咁啊，當然啦，呢個係只不過係7月嘅高位啫，5月嘅高位仲唔止啊嚇。係啊，呢個今次做咗個雙底或者係三底咁樣抽上去，睇下有冇機會到119附近，118、119附近啊嚇。百度先講下一隻 call 先啦，俾大家試一試搏下，真係見個底啊！14402啊，14402。係啊，嗱14402咧，行使價130蚊，咁而家價外嘅程度咧，大約17% 到啦，爭18蚊、19蚊到嘅啫嚇。咁啊，如果以百度嚟計咧，就佢嘅歷史波幅咧，要行呢10零20蚊咧，其實我覺得係好輕易舉嘅事。當然啦，如果你話配合有消息，當然我哋唔知有冇消息，但係如果有消息嘅，譬如話啲分拆啊，通常都好興㗎嘛。分輪心啊，係啊，係咪？一分拆咧，咁咧你10零20蚊就會出現㗎啦。嗱，咁同埋佢個勢唔錯啊嘛。近期個勢真係逐步上緊，所以咧，我覺得而家去開始追落後咧，就應該都為時未晚嘅啊。啱啊，呢隻又 OK 啊，年期方面嚇，即係出年1月先至到期，係啊，100對1嚇，100對1喎，唔係界到好細喎，所以毫一指到，咁對沖值都有成0.43咁樣，其實都好跟嘅呢一隻，即係你落拋去到。係咯，我覺得你當佢真係一個見咗個雙底反彈上去嘅話，咁呢一隻應該都幾敏感啊嚇，咁啊行使價都好適合啊，130個8毫8可以試下啦。咁至於快手咧，大師係揀隻27772啦，係啦，嗱27772咧就行使價咧就50個8毫8，嗱一路喺40蚊嗰陣時，我已經推介。快手㗎啦，咁而家去到44個半啊，接近45蚊啦。咁啊，而推介嘅目標咧都係睇50蚊嘅，咁所以而家嚟計，去距離50蚊咧，仲有5蚊5個零嘅水平啦。咁呢隻嘅行使價就正就係50個8毫8啦。咁啊，年期咧就2026年嘅11月，咁啊11月就唔算係太長。但係咧都有3個月嘅時間啦，咁啊3個月追5蚊，我覺得就應該亦都係有可能嘅啊。OK 啊，呢一隻，因為又唔係太過長身咧，所以你相對嚟講個籠價又唔使太過大啊，即係你搏快手呢隻6仙幾50對1攞5倍槓桿咁樣，咁啊你見到兩雙都擺貼，所以都幾適合大家去搏一搏。快手會唔會突然間都有翻個動力咧，就一路去追嗰個落後咧，趁住快手今日調翻落嚟都可以一試喎。1024277772嚇。好啦，我哋講咗好多呢啲二線嘅科技股啦，喂，有冇啲都可以諗咧？咁大師睇埋國壽喎，國壽喎嚇，國壽咧嗱，好得意啊呢一期，佢讓路俾平保啊，覺唔覺啊？係正就係因為佢讓路俾平保，所以咧就相對抵買。同埋咧，亦都開始要留意啦。嗱，因為咧點解咧？通常中資金融股咧就內人內險咧就一齊睇嘅。咁啊，而內人行先咧，亦都係行咗噶啦。哇！啲建行啊、盛啊，創晒歷史新高。咁嘅時間咧，就反而相對地咧，內險咧係落後嘅。而內險嘅落後咧。我覺得會伴嚟另外一個消息咧，就係關於內房嘅問題咧，開始會解決，咁就內險咧變咗啲內房債啊，好多問題咧就唔使憂慮嘅，咁所以我覺得就正就係喺低位咧，慢慢買翻啲內險股嘅時間啦，咁啊，但係當然而家唔係話相對好低，但係起碼咧都仲係未曾大升啊嘛，距離今年嘅高位仲有一定嘅水平。嗱，當然我就覺得平保同國壽咧，其實係冇乜分別嘅，但係咧而家相對咧抵買就國壽啲，
同埋亦都係啦，我睇 UBS 揀嗰啲輪咧，就似乎國壽嘅輪咧條款就好少少啦。係啦，唔怪得知啊，所以嗱，知今日揀嘅國壽都啱啊。其實我哋都叫大家內銀咧，可能有一個調整少少嘅壓力㗎啦，都正常喎，真係啊！你睇今個禮拜啲開始唔再想破頂啦，咁不如睇下即係國壽得意嘅，佢同平保個行法唔同啊。睇個圖就知啊，佢咧好似行緊少少收窄三角形收窄波幅咁嘅狀態，即係咧幾條移動平均線開始攏埋住，又有少少嘅黃金交叉喎，咁所以都係睇待變嗰個格局啊嚇。咁國壽咧揀隻 call 輪咧，大師都揀隻貼㗎，14644啊，14644。係啦，嗱14644咧行使價就32個8毫8，咁啊而家價外咧大約14.8%、15% 到啦。嗱而家咧國壽咧就28個6毫幾，咁啊即係爭4蚊到，4蚊我就覺得又係好快嘅事，同埋今年嘅高位咧上過30幾蚊㗎啦，咁所以有權到嘅，實際槓桿做到5.5倍，對沖值咧0.38，咁啊同埋呢隻輪咧都幾好，年期咧就去到12月尾，係啦，咁啊都應該夠時間嘅，咁啊以呢個幅度嚟計，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條款好咯，當然啦，你話平保得唔得咧？我覺得都得嘅，不過爭在揾啲條款可以刀仔鋸大樹嘅就更加好啦嚇。係啱啊！其實咧，我覺得如果你而家博國壽咧，有機會如果佢真係抽升嘅話咧，你係博埋漲摩都得㗎。即係如果你博 call 輪，我覺得佢係似待變咁樣嘅感覺嚇。咁可以試一試呢一隻咧，32個8毫8行使價嘅嚇，個槓桿攞到超過嚇。好啦，咁啊，我哋傾住咁多先，休息一陣。問一問大師先，頭先我哋講個股份有冇持有到啊？有持有快手。係啦，即係快手啫，係。好，我冇持有嘅，咁啊傾住咁多先，晏啲再傾過，唔該晒，拜拜。免責聲明 ：Rega Finance 竭力提供準確資訊，為不保證絕對無誤，資訊如有錯漏而令閣下蒙受損失，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本公司概不負責。同時 ，Rega Finance 所提供之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只可作為參考之用。並不構成要約、招攬、邀請、誘使任何不論種類或形式之申述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讀者務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自行作出投資決定。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概與 Rega Finance 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同時 ，Rega Finance 所有節目或資訊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 Rega Finance 立場。